雄，驸马今日上佳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贵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敢无够？你真歹心，你予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倒，互你过到我文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钓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饮调心不明。不怕小心，无将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飞啊，将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打水风管难消去。歹白宝金寿衣，驸马无够找情义，宁可光阳平义。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淑英哦，淑英晚上好啊！最近过得还好吗？昨天没有上来听直播哦，抓一下哦。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雨涵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本人来做主持，主要呢都会有戏曲内容、书籍的小知识等等之类的。还有我个人的生活分享哦，也欢迎我们的韵柔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淑英以及韵柔，感恩大家。新进来的朋友也别忘记哦，跟我打声招呼。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先唱一首歌曲，是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咯。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暗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在才袂先行行。片段古涵广播，予恁听。祝恁收听古涵电台的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今天一开场哦，就我们的不管是淑英，然后呢有我们的韵柔，然后有我们的尤小乐也上来了。
他说呢，郑老师晚安，开场曲真的很赞哦。诶，喜欢的话我再多唱几次哦。如果你们听得不腻的话哦。没有啦，开玩笑的哦。哎，说到呢，你们叫我这个郑老师哦，不敢当，不敢当。小弟本人呢，也不太会唱，就是就这样而已。对啊，哎，就让我想到哦，我这个 Podcast 节目的第6集呢，已经上线哦，而且呢，我们把它整合到 YouTube 频道，也可以收听哦。那第6集呢，就有提到哦，哎，在这个日照中心呢，这些不管是长辈，甚至呢身障的小朋友呢，在他们上课时间哦，都叫我一声这个歌仔戏的老师。那呢，其实哦，在下课时间的时候呢，哎，反倒是他们哦，哎，是我的心灵导师的概念。像前几期也有跟大家聊到这个能者多劳的定义，也就是日照中心的长辈族群给我的。诶，我觉得哦，他们在这个能者多劳的定义呢，诶，跟我们心里所想哦，真的是不一样的。偶尔呢，我们会想说呢，这个老板哦所说这样子的能者多劳呢，诶，就是要叫我们去多做点什么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哦，诶，其实哦，我们也不吃亏，而且呢，就像这个长辈族群所说的，在你还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当你还看得到的时候，当你还在听着见的时候，甚至呢，你还有心里可以感受的时候呢，诶，赶快去做这些事情哦。诶，感谢我们的运柔说呢，我来给你搞笑哦，当然是没问题，多搞笑一点。刚刚有讲到呢，这个我们的开场曲，这个都马调，也就是早期呢都马班呢来台湾所演出的时候，我们所把它抄起来的曲调。在12月的时候呢，我会去比赛这个国阿雄青歌仔上青的这个复赛的比赛呢，我也会带来一首都马调。我来唱一段给大家听哦，因为呢，它所有规定呢，这个演唱时间在这个1分半里面，所以呢，我把它在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当中呢，诶，把它截取一小段，是这个公主呢逼这个驸马呢去行这个君臣之礼的时候哦。抱歉哦，我刚才有点呛到，有点吸到我的口水哦。欢迎线上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跟我打声招呼，帮我订阅，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先来聆听一下这首《都马调》。强行逼我将本身的来拜，我并配条工将伊塞，确实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负责才能在何害？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缘要告状。你有灵奈我何？照片照记哈，我拢有照做，恨你怪爱，恋爱勒索。这是呢我们一怒打金枝里面呢其中一趴的都马调。
其中1%哦，是我们歌仔戏在台上所讲的那种几趴瓜呢啦哈事实上呢，应该是其中一首歌曲，其中一段歌词这样子哦。我昨天有发现哦，我在录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呢，很习惯的说呢，唱几趴瓜啦，是等等之类的。但其实呢，在我们在国语在讲的时候呢，应该是唱一段的歌词哦，说一段的歌词这样子。我也是被自己有点搞笑哦。线上朋友，欢迎我们的树英，欢迎我们的韵柔，以及我们的小乐。今天呢，所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内容呢，叫做抄起来，效率会更好。那在讲这件事情以前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因为呢，今天是不是北部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差？可以说我看到这个新闻节目哦，有的这个路树倒塌的啦，也有这个路上打滑的啦，等等之类的哦。那呢，明天北部的天气呢，一样还是维持在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在100%哦。所以说呢，如果有北部，甚至呢这个东部的朋友哦，如果明天要出门的话，也别忘记呢这个雨具呀，然后这个措施要做好哦尽量呢这个路上呢要注意安全，因为呢北部哦明天的降雨几率呢是100%，在我们南部中部这些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只有20-30%左右而已。那呢，到了这个花莲就有60%跟80%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明天要出远门的朋友，甚至呢，你只是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都要注意这个安全性哦。因为今天有这个路上打滑的啦，有路树倒塌去勾到电线的啦，然后还有刚刚呢，我们台南地区哦，还有这个简讯呢提醒你说，外面的风呢有这个10级风哦。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住在台南的朋友，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简讯呢？因为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哦？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有些人有收到简讯，那呢，像我呢是没有收到简讯的哦。刚刚呢，我在洗澡的时候呢，因为我很习惯哦，听着其他人的这个 podcast 节目呢来洗澡，就觉得很悠闲的感觉。突然间呢，在厨房哦，就传来一个嘚嘚嘚的声音哦，我吓一大跳。我想说，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没有我的 podcast 节目还在播而且呢，也没有什么样的简讯，没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呢，是我妈妈的手机哦。放在这个厨房的地方，那它就有这个简讯的提醒说呢，这个台南呢也有这样子10级的阵风哦。那呢，线上朋友有没有南部的朋友？还是像我们的书音是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不对？那呢，有没有其他朋友？你也住在南部甚至在中部还是北部？你也有收到这样的讯息呢？更好笑的是哦，我出去到外面吹完头发之后呢，看着我爸的手机，他的也有这个10级阵风的简讯呢，那为什么唯独我的没有哦？也是蛮搞笑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是跟大家做个提醒。如果呢要出门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个天气，要注意自身的这样的安全哦。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呢叫做抄起来，效率会更好哦？前几集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当我们呢在随处的地方呢放一些便条纸放一些纸张想到什么就把它抄起来。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都记在手机的这个记事本里面，甚至呢 LINE 可以开一个自己的群组嘛。
我们就会把它记在这里面。那呢，如果你随时随地拿到这个纸笔的朋友呢，就记得把你心里所想做什么事情呢，把它抄起来。之后呢，其实我们看这张纸上呢，我们就去挑这些重点。比如说呢，今天要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先去抓这些重点，先去做。那呢，做完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哦，你一天下来呢，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其实我有发现哦，这几天呢，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直播的关系，所以一上来这样的广播电台哦，就非常热情，这样子滔滔不绝哦，就是讲话呢非常非常的快速。那呢，我发现哦，快速有好也有坏啦，但我怕这个听众朋友呢听的不是这样的舒适，所以别忘记哦，如果我讲话的速度呢太快速的时候呢，也别忘记提醒我一下哦。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是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7次连空奏，也代表着驸马呢与公主呢各说各话。驸马呢刚开始在争论说我的身份地位呢，我家我爸爸哦郭子仪帮你皇帝论了这么多的江山哦，打下这么好的江山，那呢你应该去给我爸爸做这个拜寿。那公主就说我是皇帝的女儿我干嘛去给你爸爸拜寿啊？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7次连空奏。刚刚呢，我们所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歌仔戏曲调里面的7次连空奏哦。
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书籍的小知识。欢迎我们的牛奶先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您。今天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呢，就跟我们打招呼喽。有我们的淑英，有我们的韵柔，有我们的小乐，以及我们的牛奶先生，都欢迎大家哦。别忘记呢，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还没帮我分享出去的朋友呢，记得帮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呢，我们东方的戏曲，这个歌仔戏的文化。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书籍小知识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呢，我有把它整合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里面。所以呢，你在看这个播放清单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有一格呢是这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哦。从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就可以来做聆听。只是呢 YouTube 频道常常会有这些广告的讯息跳出来，所以呢，你有时候呢，听这个 Podcast 频道的节目的时候呢，偶尔会听到一些这个 YouTube 自动跳出的广告声哦。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呢，之后呢，我们会慢慢的一集一集呢，把之前所讲过的内容呢，再把它整合回来，再把它拉回来。毕竟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呢，已经做到了我们的第45集了。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其实由我一个人操作下来呢，不论是白天上班，晚上呢把这些设备的架设，以及你应该有注意到哦，今天前面的这样子摆设呢，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哦。我想说呢，到了这个万圣节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即将要到来了哦。所以呢，把一些歌仔戏的头饰呢，把它整合用出来，然后用一些底部呢，把它像是流水一样呢，把它衬托出来哦。也就是呢，我们西方有西方的这样的圣诞树啊，那我们东方也可以有东方的，不管是我们的头饰来当成一个圣诞树，甚至呢，你家有什么样的装置艺术，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圣诞树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做这样的创意哦。欢迎我们的冠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小心按错了哈，等我一下啊。掌声一下哦。我思考一下。等我一下哦，因为呢，他突然间会自己给我跳这个 A 大调，我不知道会干嘛哦。OK， 正常了。突然间呢，他自己会给我跳掉，我想说你要干嘛哦？来，欢迎我们的 IABB 大大，他说安安，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刚才小小的突嘴一下。等一下呢，在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之前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呢一些书籍的小知识哦。像是呢之前有讨论到的，其实现代人哦，包含你，包含我呢，对于这个老板的忠诚度呢，都不像过去啊，你的爸爸妈妈啊，甚至呢阿公阿嬷这样子哦，对于老板的忠诚度呢，不是这么样的足够。也就是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网络时代啦，
书籍的时代啦，甚至呢我们言论自由的时代哦，其实我们对老板的忠诚度呢，相对的没有这么样的高。但是哦，可见呢，我们下去反观哦，盲目的忠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呢，忠诚呢，其实也不等于呢是这个出卖灵魂哦。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线上的朋友呢，可以所去想想这一段话哦。这一段话呢，是我在书籍上所读到的。我曾经呢，分享过这个我决定再也不再瞎忙的书籍，然后呢，也分享过这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不一样的书籍内容都有不一样的心灵的感受，跟大家做个分享。这一段话呢，在说呢，现代人对于这个雇主，对于你的老板的忠诚度呢，不是这样的足够。但是呢，也可见呢，盲目的忠诚呢，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忠诚呢，又不等于呢是出卖你的灵魂。我们一起来想想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又到底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有意义哦？在节目到一半的时间点呢，我们来唱一下这个七字调。七字调呢，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就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哦。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调。世上何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知。现代君亲属就交拜，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说过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率明。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七字调，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当中呢，是在论身份地位的部分呢，我们所演唱这一首曲调。刚刚所分享到的书籍小知识呢，内容呢也有分享到哦。我们要去愿意的倾听，接受呢这样的观点，可能呢对方身上呢有我们所欠缺的，不论是经验呐、资讯呐，甚至呢他的才艺、他的才能，甚至呢他所会做的事情呢，是我们所欠缺的。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去倾听他所说，甚至呢，他只是在吹牛啊，他跟你讲了一篇长篇大论也好，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去倾听他怎么样去论述这一件的事情哦。线上朋友呢，如果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呢，也都欢迎。刚刚呢，有现场唱这个七字调给大家听了。也有听过这个都马调以及七字连空奏。我们现在呢来放一首歌曲，叫做我们歌仔戏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是我们驸马出台呢所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莲花铁三郎》以及
风萧萧。如今标领红兵，为父替阮王守礼庭，为夺公主不尊刑，驸马怒火满心兴。一老相兵，要万幸。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照我，老君知音，为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这是呢我们歌仔戏曲调里面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前面那一首所唱的呢，是我们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那后面那一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风萧萧，代表呢这个驸马呢很生气的回府呢，要向我们的公主所理论了哦。线上还有没有朋友呢？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刚刚所谈论到一些书籍的小知识呢，里面呢有一点是我觉得呢，非常非常可以说很现实，然后呢很实际面。但是呢，你又不得不觉得要去接受这件事情哦。他说呢，我们的生活呢不一定是完美的，可能遇上呢难相处的，不管是同事啊、家人啊、朋友啊、主管啊等等之类的关系。但是很遗憾的是呢，你无法去解雇他。甚至呢，你无法解雇这个不称职、不讲理、不对平的这个主管啊、朋友啊、家人啊，甚至你的同事。你换长发喽！哦，欢迎我们的运柔。所以你刚刚去这个消失了一阵子，就是去换一下这个照片，是不是？就是为了去换了这个照片。等我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按到什么按键哦？怎么会一直在给我调整？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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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OK， 再笑一声哦。好，我到时候呢要来问这个厂商哦，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嘿，这个音效卡呢？我该不会1个月都要换一次音效卡吧？1个月它注定会坏掉一台。当然了，这个音效卡还好有这个保固，还是我太常去用它了。这个换的是你本人吗？还是你换了不同人的这个照片呢？真的，我平均这个直播以来大概平均1个月呢，大概厂商会寄来一台新的这个音效卡，但是呢，我自己都搞不太懂为什么哈，不知道是因为用的频率太频繁，还是呢用的太少哦，所以它常常会坏掉哦。
哦，那个照片是你啊，很漂亮啊。韵柔是住在我们的北部的朋友吗？如果是北部的朋友，明天会不会又停班停课呢？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很多书籍的小知识，另外呢，也给大家唱一首曲调，叫做我们的七字联、七字摇板以及带七字一。哦，你住高雄，我是不是问过很多次了？请原谅哦，这个直播主呢，这个真的是记忆力非常的差哦。住高雄，你上次好像有跟我讲过大概在什么路上，但是呢，我真的已经忘记了哦。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七字联、七字摇板跟这个带七字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喽。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伊生病，大好饮酒，心不惊。驸马孝心无情义。因为爹娘啊，梦凄离，风风翻悲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苦伊，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够世情义，便高风严停伊。这些曲调呢，是因为呢，我到时候要去比赛的曲调，所以说呢，你们会听到我只要有直播呢，都会再把它唱一次。直播就是再唱一次，直播就是再唱一次哦。所以呢，听到最后呢，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都会背了哦。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呢，如果呢，你有购买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朋友呢，别忘记呢私讯给我，我会呢把这个云端的连结呢传给你，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以及呢下载到手机里面，是优化于呢这个 CD 专辑也给我们的线上朋友呢方便来做聆听哦。节目呢的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我们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今天的直播比较短一点点，因为稍待会呢，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忙。那呢，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聊的，一样呢，线上继续打字上来呢，我都会继续来做回复哦。我们先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呼吸，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在腹部，甚至已经贯穿到脚底。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是跟家人，是跟朋友，是跟同事，是跟你的主管，甚至呢是跟路人、陌生人、服务人员，我们都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非常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线上朋友呢，还有什么样想跟我说的，还是想听什么歌曲，也都呢线上来跟我点一下哦。但是呢，都是歌仔戏曲调哦。来，再来呢，我们先来听个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来做一个结尾。如果呢没有线上朋友跟我对话呢，我们就听到呢做结尾。那呢，如果你们随时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呢随时跟你们做回答咯。哇！欢迎我们的YOU 大大，我们的这个感谢遇见你，也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我们的 N2K3Y 哦，我蛮好奇的哦。我们上次是不是有问过你是不是也是住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朋友哦？因为呢也是有这个简体字的出现，所以呢我就好奇了。所以呢这个马来西亚哦，其实呢我也还不我其实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啦哦，我只有去过这个大陆的厦门以及大陆的这个绍兴，那呢其他国家还没去过。如果呢，你们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语言呢，还是等等之类的，你觉得呢，可以跟我们线上朋友所分享的事情，也都欢迎呢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哦。再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波起早相求，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闹忧愁。我们的 N2K3Y 大大说呢，今天工作辛苦吗？辛苦，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哦。其实呢，我觉得哦，工作呢不是在这个劳力的辛苦，只要呢不要有这种勾心斗角的或者是让你心累的事情呢，其实这个劳力的辛苦哦，都还算还好。对啊，就是每个阶段呢，我们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就像呢刚刚所分享的书籍内容所说的，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并不完美，但是呢，你也无法呢去解雇呢这一些不管是不讲理、不对平的同事，甚至主管，也还不错哦。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去喽。另外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如果呢在这个我们休播的时间点呢，也都欢迎你呢可以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 YouTube 的电台呢，我们也有同整这样子的播放清单。所以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呢，要聆听雨涵电台的直播，还是呢这个 Podcast 节目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所以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如果有任何的休播资讯，也会贴文上来，以及呢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会做公布，所以别忘记了。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呢，点选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一个LINE群组的连结。但是呢，现在加入LINE群组哦，因为我们以防诈骗，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要加入这个LINE群组呢，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呢，你为什么想加入这个群组哦？我们的 N2K3Y 大大呢所说，关注你有一段时间，笑容总在，很喜欢这个风格，哇，感谢你，有你这样的支持以及这一段话保证这样子这个笑容呢会一直在。这样子呢，非常感恩我们的线上朋友的支持以及鼓励，感恩。有你这样的支持以及称赞，以及这样的顺心的想法，我呢就是非常感恩，我也呢会乐于做这件事情，乐于做这个广播电台哦。不有过爱黄灰影呀，驸马，拿起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席，何人会意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依我动咯，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定啊！我所观看到呢，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我们这个 N2 大大呢，他脸书，这个 YouTube 呢所分享了一则贴文哦，他所说呢，让你快速成长的10个习惯，第一呢，就是呢，早起1个小时去思考呢，这个时间。以及呢，这个每天阅读10分钟，吸取新的知识。
第3个呢，就是不抱怨，用行动解决问题哦，这一点还不错哦。然后呢，第4点呢，每天写一条反思的笔记。诶，这个也还不错，就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呢也蛮相像的。然后呢，第5个，保持好奇然后呢，第6个呢，与优秀的人呢在一起，他会呢影响你的思维哦，诶，也还不错。然后呢，第7点呢，少看八卦，多看书籍或是纪录片。诶，这一点也真的还不错哦。我怎么每一条都说还不错，这个还不错这样。第8点呢，学会呢这个拍谁啊？这个字我完全看不到。这个学会满足，然后呢不着急得到结果。看懂了，看懂了。第8点呢，叫做学会延迟满足，不急着得到结果哦。第9点呢，是这个每天呢挑战一个小不舒服的事情。诶，这个为什么要挑战一个小不舒服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舒舒服服的过一天的生活呢？然后呢，每天呢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先完成再完美哦。好了，我刚才念完这一些了哦。我们的这个 N2K3Y 大大写说谢谢，有啦，我也有关注你。然后呢，你前几天这个贴文呢，因为我没有看到，所以呢，我现在看到的时候呢，就认真的看一下。也顺便呢分享给我的线上朋友，这个每天养成10个习惯哦，掌声鼓励一下。那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节目的结尾。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也都欢迎继续留言告诉我，我都会做回复。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会努力持续的做这个节目，做这个频道。感恩大家。宴食办，心不缺食，互人好意菜。身体欠安，车夫嘛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假扮财富，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关千丝啊，着招牌，滚在天上。那今天的节目都到一个阶段了，如果呢还想继续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的朋友呢，线上呢也都可以听一些回放的内容，以及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呢也整合到 YouTube 频道当中咯。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然后呢
欢迎大家呢持续聆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的雨涵电台，感恩大家。然后呢，这个呢，我看一下哦。他说呢，挑战一下不舒服的事情呢，是这个成长需要这个过程哦，所以呢要适应这个不舒服，然后呢，当然呢。顺顺利利的更舒服哦，这没错。因为呢，我想说，为什么要去每天做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呢？好了，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见喽。对，所以我们的 N2K3大大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吗？还是新加坡？还是大陆那边的朋友呢？因为雨涵的这个金鱼脑袋呢，实在真的记不起来，大概会问个2次、3次、4次、5次呢，我才会记得起来哦。我们继续一边聆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喽。对啦，新加坡的华人，对，因为我有印象，有几个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有几个是这个新加坡，有的呢是一个是福建的哦，没错，那我记起来了，感恩我们的这个 N2K3Y 大大，新加坡也很多歌仔戏哦，对不对？也很多我们歌仔戏班呢，不管去到马来西亚。以及呢，去到新加坡来做演出，都感恩大家的照顾，感恩大家。